Hello，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嚟玩 Roblox 嘅遊戲，係第一場遊戲1、2、3、6球人。咁而家咧就毛坯交房啦，佢之前買都係毛坯嘅，今次俾到大家係送裝修。秒後開始遊戲 ，Sorry。Station 咧，我哋而家俾埋錢之後咧，就係3到4個月咧就可以賺嘅啦。今次我要睇嘅就係800米嘅呢個係邊個啦？呢個元翠湖大廈就係唔咦，死咗啦！對面呢個位置咧就有呢個地鐵口出咗之後嘅話咧，嗱，本身我嘅情況下咧，可以行過去對面直接好抵食喎，跟住嗰個位置咧有食嘅地方兩肉兩素，一齊哇15蚊，仲平過大亞灣啲維修啲價錢喎。咁如果係我哋係機場出發成個朋友嘅話咧，嗱街市就喺嗰邊啦。佢租金係呢個深圳片區勞東都係水庫嘅租金係最低，咁啊呢啲嘅相當兩房都可以租到6到8千蚊啊！呢個租金今次咧我哋水庫都最平呢個單價係做到3萬幾，裝修嘅單位，我哋有台呢次可以10個工作翻個料。就嚟到咗碧桂園嘅翠湖大廈營銷中心啦。咁我而家同大家介紹翻個區域，以時介紹翻沙盤先嚇。咁我而家見到呢個板塊咧，碧桂園就係呢個紅色呢度咧，就翠湖大廈啦，位於羅湖嘅水貝嚇。咁大家好清楚啦，水貝係做咩咧？黃金地帶又係啦。成個深圳嘅 GDP 咧，如果佔咗深圳市嘅15%嚇，呢個經濟就係嚟自於水貝呢個地方嚇。咁周圍都係好多嘅珠寶店啊、黃金店鋪啊，成個區位都好似老水貝嘅黃金珠寶城啦、粵大珠寶啦，仲有上黃金啦，就係側邊國際珠寶交易中心都係嚟自於我哋嘅羅湖水貝區嚇。咁呢度咧，相當於我哋呢個水貝咧，靠近邊度咧？對於我哋港人朋友咧，我覺得係非常之近呢個我哋嘅羅湖啦嚇。咁基本上咧，開到羅湖關口咧就係15分鐘嘅車程時間嚇。15分鐘，咁如果佢翻到平均頭咧，就係半個鐘嘅時間。咁基本上我頭先講係車程時間啦。咁如果佢係要採訪我哋深圳市嘅免費地鐵啦，其實是個人兒，其實是個人兒，其實是個人兒啊，總共。情況下咧，就呢個洪湖站啦，呢個7號線轉3號線，再嚟到我哋老街客轉1號線，翻到羅湖邊區。咁用時咧，差唔多係半個鐘嘅呢個地鐵時間啦嚇。咁第2條線咧，如果我哋呢個翻到蓮塘關口黃背嶺呢度咧，就係呢個7號線啦，再轉紅數線，再轉一個8號線咧，就可以嚟到咗呢個我哋嘅蓮塘關口呢個位置啦，都係差唔多半個鐘嘅時間。咁仲有第3條路線咧，因為呢條地鐵咧都係互通嘅嚇。咁7號線再轉到我哋一個4號線啦，就嚟到咗福田關口啦嚇。咁用時都係差唔多半個鐘。經過3代個關口，如果用地鐵嘅時間都係差唔多3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翻到各大關口嘅啦。呢個位置咧，呢度其實
相當於都係成個應該係租金應該係最高。哎，咱們走啊！嘿，嘿，三片區咁。哇，看一下看戲了，看戲啊！都可以租到6到8千蚊嚇。咁成個產業咧，其實而家深圳市要睇翻邊度咧？除咗南三區嘅產業為主咧，其實水貝都非常之多嘅產業，就係我哋呢個靠住深圳市佔咗15%嘅 GDP 作為呢個黃金呢個地方。咁周圍嘅租金都非常之高嚇，包括佢嘅走，陀螺啊！不知我問價，快點，不然我們就嘎啦。你唔會買衫咩？唔去。你唔去啊？12點到貨運啊！一站咧就係有一個筍金站啦，筍金站我哋之前都有。做咩啊？順城開啦，而家賣價係3.6米嘅一個公寓單位嚟嘅嚇，咁總價都係100萬多啲，1萬到3萬之間啦嚇，睇翻你揀嘅咩單位嚟嘅嚇。咁公園呢度我哋睇到呢個碧桂園翠湖大廈呢個位置呢個地鐵口物業嚟嘅，行路都係2-3分鐘時間就可以翻到屋企嘅啦嚇。咁周圍基本上咧雖然話我哋呢度咧冇一個考慮學校嘅問題啦，我哋港人朋友啦，因為有個翠竹嘅外國語學校。對，時間結束了。快啲去啊！爸爸。第4回合。OK， 這是 NPC 選的。哎，甚至8號，我看一下有沒有，看一下有12號、11號，看一下有沒有19號。沒有的話，證明他死了。OK。我都在無敵點位。耶！剛好4個家，鎖了。我這個房間鎖門了。进来 ，OK。哎呀，我們死了。哎，怎麼沒過來？這個去哪？
拜拜，下次视频再见。